用女性政治受难者关伫咧火烧岛的故事所翕的电影《流氓到15號》，最近当地的电影院咧放送。陈澄波文化基金会特别邀请嘉义在地独立册店，连续4天举办包场看电影的活动。导演佮专工来到现场的观众，做伙讨论这出电影要传达的精神。其实所有人都是人，大家都是一个不义体制底下的受害者。来到嘉义参民众分享电影精神的流氓95號導演周美玲，講出這出電影想要表達的態度。現場民眾嘛，真是真向導演來分享電影看了的想法。那我自己認為說，在任何惡劣的那個場域，就是歷史背景的時候，那個最基礎的人性跟愛還是存在的。會蠻沉重的，就是每個人他們都是人，然後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跟意識，那他們就是剛好那個時代的專權體制下，讓他們不可以擁有這個思想，然後才讓他們受到比較殘忍的對待。流氓95號是咧講1950年關在火燒島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故事。這出電影28開始佇電影院放送。陳澄波文化基金會邀請嘉義幾落間獨立冊店，連續舉辦4天的電影包場活動。嘉義遮足濟獨立冊店，遮個好朋友，其實講起來吼，因遮長久以來攏足支持咱台灣電影、台灣的本土文化。這是我參加的第1場的映後Q的映後的座談。哦，加在我來到嘉義，因為嘉義的觀眾攏足專業的，而且做民主意識的，嚟遮甲大家做伙看電影，感覺特別的感動。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表示，這出電影毋但有28的歷史，主角因堅強的精神，嘛是讓人感動的所在。希望會當讓看的人感受到台灣自由民主的可貴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